胖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最简单的，若果你敢讲安尼，啊，你就甲讲，啊无请教一下，啊无你口罩是为将我做啥物？你就讲来听看嘛，简单讲几项好啊，啊你若讲袂出嘴，啊就好缩压拍的，安尼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要甲大家讲啊，民主的竞选过程内底，拄我讲的，讲家己的主张，讲家己一曾经做过啥物，人民若甲你认同、甲你肯定，选票自然会甲你鼓励，会甲你支持。但是若一再去讲别人无做啥物，相对的就是家己无做啥物，心虚的人则足够来共批判啦，对啊唔对啊？对啊对啊！啊，所以吼，拜托者啦，民主政治甲行到即马才来。我们云林县吼有一个特产，我们特产叫啥物？你敢知？知无？啊？乌刀豆伊拢为啦，台中嘛变做乌刀手刀，嘿，我的特产叫做家族政治啊。哦，迄个阿兄做无够，小妹仔做来斗，小妹仔做无够对哦，弟仔佫做来斗，啊弟仔做无够对哦吼，所以佫换另外一个家族同齐，从阮两个斗做伙，哦，阿婆仔做无够。既然佫做无够，佫来新妇佫做来斗，一做做30几工。啊，这两口罩全部要出山，迄个政治人物，啊，别个人生来的囝，拢无法度去插政治，别个人生来的囝对哇，的子女的事实对政治要去关心者，拢总。